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再次呼喊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诗篇37篇第5节这样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一个重要关键因素。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认真来寻求你，使我们脱去旧人旧行为，恢复我们生命更多经历你回转悔改向你。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认罪祷告，让我们自己与神有更亲近的关系，蒙神喜悦。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把我的心向你敞开，求你来光照我，我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好叫我今天在这里的祷告能够蒙你垂听悦纳。我要以谦卑柔和柔软的心来遵从你。求神赐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与刚强壮胆的灵，更多的祷告向神支取力量，眼目和心思意念都定睛在耶稣基督。主啊，我渴慕你，渴望更多经历你，我要张扬你的荣美，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活出你喜悦的样式，扩张我的属灵境界，并且能活出一个讨神喜悦儿子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为教会的各项福音事工来祷告，为教会近期所要
推动的圣诞节的活动，特别是幸福小组贝斯特的跟进跟关心，还有教会各牧区团队所推动的各项福音事工，特别是新年度的新事工的计划，让我们能够信心坚定，为各项的福音事工奔跑不厌倦。我们一起来祷告。教会的磐石，是我们一切事工的根基。你是我们全部的力量，我们就必不动摇。上主啊，你的旨意必要成全在我们富强教会近期所推动的各项圣诞节活动。你供应给我们的爱是如此的真实，求主爱的大能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以热情的行动，带着耶稣的爱来关心幸福小组的 best。主，你得胜有余，你使我们有力量、有爱心、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各样男主人来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又将所有的人心意都夺回来，使人人都顺服基督，使教会在福音收割上多结果子。祈求主，你释放你的能力，在每一个牧区及各团队在执行的施工上恩福满意。求主你加添给你的仆人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成就神国度丰盛的产业。求亲爱的圣灵，你大能运行在每个环节，使教会一切的事工尽都顺利。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接下来我们要为牧者团队同工来祷告，求神赐下属天的智慧给我们的牧师、长子同工、区长、小组长，让他们身心灵健壮，有合一的服事，圣灵保护遮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荣耀的大君王，你的大能充满在富强教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为富强教会预备良善忠心的好管家，来牧养你的群羊。大能的主啊，求你的权柄能力护庇富强教会夏文选牧师、谢淑华牧师、曾瑞平牧师及所有富强长子同工，每一位小组长的身上，每天为他们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在他们的四围筑起厚厚的荆棘篱笆，使他们领受全能及全家庭身体健康，灵魂体兴盛健壮，在每一天生活中领受属天的赐福。谢谢主，在各方面各领域都施恩于他们，叫人看见他们天天与神同在，属天的喜乐充满，圣灵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他们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世界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时候我们要来为教会的肢体的健康及身心灵的平安祷告，也为外出就业、就学或服兵役的这些学子出入平安，蒙神保守看顾，在教会有稳定的聚会服事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同心呼求你完全的医治与平安临到病痛中的兄姐，恳求你用你爱的余裕来保抱看顾他们，特别将罹患癌症的兄姐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上，你为他们预备最好的医疗团队做全盘的诊治，你的慈爱与信实永远都不离开他们。他们要再一次经历你神医治的大能，使他们虽在病痛中，心里仍然有充满你的平安与喜乐，不惧怕也不胆怯。我们深信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已成就大事，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满心盼望，求你更将属天的平安放在他们的家人当中，所有的挂虑、忧愁、烦恼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我们同心宣告，良好的身体免疫力与抵抗力要重新被启动，心灵软弱者要靠主刚强，得胜有余。在外就学就业的，您保守看顾他们出入平安，保守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在各项考试中都能发挥最佳的表现来荣耀你。就业或服兵役的，能按你的旨意安排，在他们成长与生涯发展中，成为蒙神喜悦的儿女，在教会当中有稳定的聚会与服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再次呼喊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时序入冬，进入温馨盼望的圣诞夜。在这感恩的季节，感谢耶稣为我们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邀请兄姐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吟唱永恒唯一的盼望。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
永恒唯一的盼望。就因为真诚，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在你光中，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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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大君王。在你光中，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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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大君王。再次来宣告，在你光中，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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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大君王。荣耀耶稣，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万一你在我们中间。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万一你在我们中间。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在你光中，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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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圣灵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是生命的盼望。神啊，你是大君王，我们欢迎你到我们当中，设立宝座，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祝福，也赐下你的呼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走那命定的道路。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众弟兄姐妹都得着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有2处，第一处圣经记载在尼希米记第2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皇帝问我：你有什么请求？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然后告诉皇上，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请让我回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第2处圣经记载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我现在活着，是借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命。献诗请西道小组。今天献诗的诗歌是《属天的喜乐》。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福音使命、门徒价值。
们谢谢我们祈祷小组，他们用这首轻快的诗歌带领我们一起认识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喜乐。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祝你有属天的喜乐，好不好？来，神祝福你，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感谢主。我们在一起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大君王，是我们确信的。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一切的担忧都除去了。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预备那美好像在路径上有脂油滴落，让我们享受神所赐特别的恩典。主啊，愿今天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在这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借由这个主题来再一次复习分享，我们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门徒，到底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福音使命就是门徒的价值？那这个课程呢，是在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当中，其中的一个课叫做属天的价值。属天的价值，门徒的价值观，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一生，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那借由这样的一个主题牧师做一个分享，是因为我们的11月份是我们的福音的月份，还有感恩节的月份，很多弟兄姐妹参与了幸福小组的侍奉。这些幸福小组侍奉，不要说这些忙碌啦、参与啦，很多活动，那到底为了什么来忙碌才是重要的？而且愿意为这个摆上，那最重要就是有一个正确的门徒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主题来分享。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一段经文，他在谈到一个人叫做尼希米。这个尼希米，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段落。这个小段落在讲什么呢？如果有空可以稍微再阅读一下尼希米记的1、2章，就知道说尼希米这个人，他成为神所差派的仆人，他所做的美好的工。我们可以说，这段经文就是尼希米他受差派、受呼召。那这个呼召成为他一个人生的努力的方向跟价值。怎么说呢？这段话是尼希米，他当时是国家亡国了，他的民族、他的人民被掳到波斯国，大概是像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境遇。然后尼希米应该是属于新的一代，在那个地方已经落地生根，而且他还能够成为那个波斯的王，叫做亚达薛西王的九正。九正可能就是整个王宫的所有饮食的总管，看起来比我们的5星级的行政组织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王要吃的东西太过于那个精美了，一个小差错都不行。好，他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在人家的国度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他可以好好的享受他的人生了。虽然国家亡了，但是至少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没有欠缺。不过他因为在第1章的时候提到，有从故乡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地回来的他的朋友告诉他一件事，说我们的故乡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坏了，被推倒了，而且被城墙被火烧，等于就是整个被摧毁了、毁灭掉。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不是觉得说反正我现在这边没什么困难没什么困扰，他是真的是捶胸顿地，
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故乡犹太地，他的耶路撒冷城西安的圣殿被毁坏了，所以他这边在向神祷告，向神求赦免，然后慢慢，他发现到有一个很神圣的呼召在他心里面，但他心里很忧愁，因为他现在是亡国奴也是被等于是在波斯的王宫上班呢，那怎么办？心中的焦虑可以想见。那这个故事就讲到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他为故乡忧伤，然后上班还是要上班。我想各位弟兄姐妹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家里一大堆事情两头烧，但是上班时间到，你还是勉强要去呀。那这个尼希米因为心灵太忧伤了，所以即使在权威的国王面前，他还是脸色忧愁了。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掩饰到他心中的一个焦虑，为故乡的圣城这样的难过所以连王都知道了，知道说你平常都不是这样子你的表情什么这个做酒政的人是就等于是迎宾的贵宾嘛。那你怎么样招待客人？就像我们在5星级饭店，你在高级餐厅，人家招待你一定是充满笑容，而且很有礼貌看到尼希米怎么这样子的表情，那就问了他一句，说你到底为什么忧伤呢？那这段话就是尼希米所对王所回答的。他对王怎么回答呢？他是这样说：皇帝问我，你有什么请求？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他怎么说呢？他告诉皇上，勇敢的发声了。他说：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让我回到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个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他是一个在王宫上班的，就是说被派令在那边服侍皇帝的。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他的故乡没错，但是基本上他们所谓王国就是被波斯他们所灭了嘛所以那个地方等于是我把它毁坏你还叫我，你还要求让我回去盖，那不是一个矛盾吗？但是他就勇敢的发声，勇敢说让我回去那个尼希米记就是记载尼希米回去重建圣城城墙的故事。那我们可以说，从这个小小的故事看见，这个尼希米他愿意赌上他安稳的生活，然后为了故乡，为了上帝的荣耀，重新回到他信仰之地，为耶稣的撒冷城前重建来努力。那当然，这个尼希米这些写的过程非常的让人家非常的感动了那第二段经文就是保罗他自己在跟人家谈起信仰，得到这个信仰之后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他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着是借着上帝我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命。我们这两段经文成为一个引介，我们要来想说，基督徒他的价值观到底尼希米他为什么会改变？他愿意这样子做。保罗为什么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年轻人，被耶稣所光照之后，他说：我为了主，我愿意舍弃一切，我看万事作粪土。那听起来好像话语听起来非常的响亮，对不对？但其实内心的改变挣扎，那是要一段非常重要，甚至是刻骨铭心的路程。那这一段保罗的生命价值观，那我们如果说价值观听起来好像比较抽象一点，我们如果讲最通俗的话，就是一种信念跟目标，以这种信念目标成为你的行事的准则。我们再讲更浅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很注重环保我到全联，我要到那个菜市场，我都跟这个柜台说，不要拿垃圾袋，因为垃圾袋会造成这个污染。
有人对环保的那个奉行啊是很彻底的啊，所以呢，他就是减塑胶袋啊，就成为他一生的目标。有的人呢饮食都追求那个最原始的食材啊，不喜欢去买那些经过这个加工的这个食品。那这些都是一种人生的一个方向，这个一般生活上的你我可能都有，也只是有的人到什么程度而已了比如有人喜欢爬山，他宁可到山上吃也不方便，累得满身都是汗，那就是喜欢去爬山。我们台湾呢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叫做赖赏他叫做赖贝元先生，他原先是一个在中北部一个运输的家族他生意做得很好，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他说：“我要离开我的家族，把我应得的产业我就分出来。”那以前不是他要另起炉灶，或是他想要做他自己要的工作，他是怎么样呢？他把这些钱财都拿去买了一块很大的山坡地就在大雪山的山脉，然后把那些原先堆了很多垃圾、种了槟榔那些把那个山坡地看成搞得很像那个赖痢头一样的，他全部把它挖掉，然后一棵一棵台湾原生种的树把它种下去。他就他的一生立志要种30万棵，30年种30万棵。然后他的太太、他的孩子说：“糟糕，这个老爸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头脑跑个派去也不赚钱，一棵树要种下要多久？30年才刚刚看一点点而且等于是把钱丢在这个山坡上，但他就是一生不后悔。然后现在他整个山林已经非常茂盛、非常漂亮了。他的儿子原先讨厌他抵触他让我跟你过这个很难过的生活忧郁的环境不做，但后来也认同他所以这个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个赖赏的故事。他一棵一棵的树爬山坡，然后把它种下来，然后后来他的儿子呢跟他一起加入他这个叫赖赏他还出了一本书在做他们的一个推广这样子。那你们可以说这个人他有他的癖好嘛，对不对？但是他就是人生的价值观，他觉得所有的财富都是额外的，但是那一棵树种下来会庇荫子孙这样子。其实流行这种种树的男人故事非常多了有一本书叫做也是叫种树的男人，是法国的一位作家叫做尚基沃诺所写的。他写了一个好像愚公移山的故事一样。这位种树的男人呢，看到他们的乡下就是普罗旺斯在法国的普罗旺斯也是被人类开垦或是破坏的一点绿意都没有。然后他就是静静的、默默的，每一天拿树，然后去栽在那个山坡地上，然后到最后成了一片非常非常漂亮的森林。飞鸟过来了，一些昆虫也回来了，蜜蜂也回来了，蝴蝶也回来了，这样子。那有人就是这样的人生的目标，环保啦或是各方面的都有这样的价值观。那这本书在我们台湾呢，发行了好多种版本了至少看到3、4种。那如果从这样了解说，我一生奉行的一个信念，然后我愿意把它行出来，这个叫价值观。从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回到基督徒，门徒被主呼召了，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救恩领受祝福我得到了我成为基督徒了，好高兴不是，还要加上你得到一个使命。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是一个使命，而且是怎么样？是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现在做见证人，不只是自己领受这样的祝福而已，而且这个使命是他一生所要遵行的。所以，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那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被分别出来，但分别又是在这个世界你怎么办？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见那个永恒的属天的价值，那个价值可能一般社会看不见，
我们眼睛肉眼看不见，但是那个价值放在你的心中，而且高过今生的价值。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价值在你心里面呢，你就容易半途而废啦，会失去那个宝贝的祝福。就是你做了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改变，因为你没有抓到这个属天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句非常出名的一个标语，叫做“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这句话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你觉得是你一生想要拥有的，你可以放弃一切去追求。有可能有人呢，追求爱情，他愿意牺牲一切哦，不爱江山爱美人呢，有这样的人呢。那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那个宝石是藏在那个矿里面、石头里面。我们知道缅甸这个地方出产非常重要的宝石翡翠但是原来的宝石翡翠不是一挖就看得见的，它是藏在一块石头里面，然后他每次那个矿工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一堆一堆，比如说一卡车，好了，这一卡车那要标价，要招标有人就举手我要多少的。当然，如果贵重的一颗而已但那个石头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有些人就知道去看那个纹路，看那个缝里面渗出来的颜色，他认为这个石头里面有宝玉，所以就出高价把它买下来。但是呢，不一定会真的得到，他就要在当场用切割机把它切开，看到了那个成色啦，那个质量非常好，他就赚到了。但是有的人一切开，糟糕白花钱了，因为那个有瑕疵我说有人因为看到这样的宝贝，他就愿意付出高价。就像圣经耶稣讲的比喻说，有人看到知道田里面有宝贝，所以他就变卖一切，把这个田地买下来，为了要得到那个宝贝。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中的价值观，但是有些是看不见，你相信的。那基督徒是因为那些看不见的价值带领你去走出愿意付出代价的。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去做有可能发现没有任何成果的事，但是为什么愿意做？因为你觉得那个属天的价值胜过你所付出的，为了要努力得到。感谢主，一个看得见的属天价值的人，就是真正识货的人。就刚刚我讲的，好像这个矿石里面有宝贝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的生活重心跟生命的追求就是以上帝为优先，因为他已经跟上帝的祝福连结在一起了。他知道我会得到，所以他就心中非常的自信那就竭力为主传福音，为福音付上高昂的代价。这一种一生都活在属天价值的门徒，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纵使周遭环境、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家人亲戚，都会觉得你做这种事情有什么价值呢？没菜缸啦，没路用啦，假做的啦。但是你还是觉得心中坦荡荡，你觉得做得很快乐，因为怎么样？你不会被世界的风俗跟潮流所引诱？因为你知道，我已经得到那个宝贝是天上永恒的宝贝，而且不会被侵害的，不会被夺取的，而且是超过所求所想。那问题来了，因为你现在看不见，你怎么勇敢先去追求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如果没有自己非常强烈属神圣灵的感动，而且愿意摆上付出，而且得到那个拯救灵魂的喜乐，你可能就走不下去，你会退缩你会觉得到底有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从未信主到成为基督徒，都会呈现一种原始的价值观，可能是被父母亲影响、原生家庭影响，被你的朋友、同学、你的同事所影响到了，让一般的观念，就像我们这个电视上一下子看的一大堆的那个
那个玩游戏的赚很多钱那一种的。那我们怎么样从原先的价值观转变呢？通常我们会碰到说，当我们信主前，一般人都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格局。你看我们这个电视上一大堆算命的节目，一大堆讲你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样得利的途径。我们看到一些庙宇的拜拜，就是希望得到财富的。我们的这个彩券呢，就是为了得奖。这些都是一般的人的需求，但是这些需求呢，成为有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是都追求到最后，可能一无所有，都有了。那这个不是说对跟不对的问题，到底它是永存的吗？是永远的吗？是永远是你自己的吗？这个是通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例外。第二个是只看到今世的价值。我们看到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有钱的财主，他为自己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储藏他所有的财富，但是后来主对这个灵魂说：你无知的人呐，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自己积财而在上帝前面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这些都一般人所俗世皆追求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再来就是追求世界的潮流。好，以弗所书2章2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喜好这样子，因为没有核心价值，社会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牵着鼻子走。大家追求什么，我也追求什么；流行什么，就跟着起风。这个社会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奇怪，也许你我都会跟在其中。我们台南一大堆什么美食排队的，人排越多，你就越想去吃。那吃完了也不觉得有比我买的好吃啊，但是你就觉得排队好像很有价值。我们那个新的手机出来 ，iPhone 出来，有人愿意排3天，要抢第一个，这样也有价值。他觉得好像很快乐，但是他宁可牺牲3天的时间。很多人事的追求，我们会看见，很奇怪，但是这个现象很普遍。再来就是被属地的价值所掌握。属地的价值就是一般人所看为好的，你也觉得好。雅各书3章15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使魔鬼的。那基督徒要先会分辨，到底这个是你一生所追求的吗？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分辨，你就困难转移到属天的价值，跟一般人在追求的。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做一种提醒了哈。昨天我们有人可能有去听那个李协聪牧师他在鸿运中心的一个这个培灵会，其中他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信主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说，好像只是把以前去庙里拜拜随便转到教会来一样你什么都没改只是为了求平安或是为了求财富以前是拜这个神明现在改成来拜耶稣什么都没改。那这样对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欠缺的。是因为基督徒所以为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愿意掌握住这个属天的价值，而且愿意改变自己。所以我们来看看门徒的属天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对我们有困难吗？我们能够达到吗？第一个，以上帝为中心，就说你所有的处理的事情，你先考虑到，人家跟你这么讲，我心里这么讲，我的原生家人跟我这么讲，有些都不错，但是到底这个上帝要我做什么？你会以上帝为中心。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们，直到永远。换句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就是上帝说了算。我到底上帝说的，我能做得到吗？我愿意做吗？还是说
信归信做归做上帝伊的我自己做我的。你有没有改变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个，你有没有遵循圣经的启示？圣经做你的行事的依据。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上帝心里都记在里面。我愿意跟着这样来做，虽然可能一开始做不到几分之几，但是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第三个，因为基督徒永恒的添加做盼望，基督徒会认知说，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今世的人生，而是一个永恒添加、一个永恒生命的人生。因为你有把握住我得到永恒的生命了，所以我在现世这个世界，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永恒来预备的。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永恒的家在天上。所以你有永恒的眼光，长存天国的盼望，就不会被世间的劳碌价值混淆我们的人生方向。就好像说，刚刚我谈到那个种树的男人，他认为这个是他的价值，所以人家怎么笑他，怎么样批评他都没关系。我参与环保，我觉得虽然很不方便，但是我就是愿意这么做。别人再怎么耻笑，我都无所谓。第四个是以永恒价值过今世的生活。刚刚我们谈到说，我们一个盼望，一个远景在天上，那个是很久很久的事啊。但是因为你把天上的价值放到你现在所做的生活上面，所以你会觉得我已经在过属天的生活了，一个信靠的生活，一个得恩典的生活，一个没有欠缺的生活。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有这样的信念，你发现说我是跟主耶稣互相连结的，不是在靠世上的一切。那属天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这边有5个点让我们一起学习了5个点。属天的价值观就是说，我从原先属世的价值观，我要转换到属天的价值观。那我们要从这样去努力。第一个就是用圣经的话来重塑我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在灵修，我们有一个读经计划，一年把用戏剧圣经把一年把圣经读完。那些都是一直在陶冶，一直在磨练，让圣经的话成为我内心的一个目标，一个价值观。诗篇119篇73节他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诗人用这样的祷告说，你的话语非常的奥妙，但是我不了解怎么办？求你赐给我悟性，让我学习你的命令。119篇的73节。有时候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枯燥无味，好像读不出来，你就用这句话来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悟性，让我了解你的话语。第二个就是遵行主道来烙印属天的价值。我们怎么样看见说这样的属天的价值是有帮助的？你要去走出来嘛。那有时候不是很清楚，不很明白，那就一直重复的实践，好像一个铁印一样，把你烙印在，比如说我们的木材有时候用一个新铁烧得红红的，把它烫下去，哇，那个木材的也那个斑斑的花纹很漂亮。以前的那个奴隶还被人家用那个烧铁把它铸到你的那个额头，让你知道一生都离不开。那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刺青那一类的，好像也洗不掉。他的意思是说，我一直遵行，越遵行越有心得，就成为烙印在你身上，好像你这习惯了，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那这个就是一个行主道烙印属天的价值。第三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做不来，或是做的有一点虎头蛇尾，然后或是觉得好像很困难，你要跟一群属天价值的群体同行。我们的小组是最美好的一个群体。有些人呢，他可能刚信主，不懂不了解，但是看到小组里面的前辈，小组里面的我们的属灵的一个长辈，他们的经验，你就可以勇敢的走了出来。那所以这个群体互相鼓励、互相教导、互相学习是很重要的。第四个，
你要把属天的价值落实在生活当中，因为这种生活要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一个自然的行为。那你要把这样的属天的价值在你的生活上运行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存于一种口头上的争论，或是口头上的宣告，但是没有真正在生活中实践。我们台语有一句话非常传神，他说：“讲的一本机，做的那一汤匙，本机跟汤匙等同哦，就是说了一本鸡那么大，只做了一汤匙。”差太多了哈。如果从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我们发现说，我真的要把它做出来。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位教会的长老，退休的长老，他刚信主之后非常的热心，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带了一些传福音的单张送给别人。其实有人不礼貌把他拒绝，或是把他丢地上，他都甘之如饴。他觉得说，我有传就是我的福气，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做。还有一位老姐妹，她不识字但是她就拿了一大堆那些传单更新或是福音单张送给别人。有时候上到公共汽车，她就跟他传福音，送这个福音单张给他。有的客人就不理他，不甩他，还跟他拒绝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台语他跟他讲说信耶稣是你的福气啦，唔信是你的代志安尼还有押韵就是说，信耶稣是你的福气我有传给你你这个好宝贝你不拿你的代志但好像有一点告诫他的意思啦。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么热诚把福音传给你，你要接受很可惜不接受很可惜耶。好，就是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再来就是以福音使命为属天价值的实践平台。换句话说，你怎么样去实践这个福音的价值？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因为可以在那边看见一个门徒怎么样改变他的价值观。基督徒在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有魔鬼的搅扰有邪灵在阻挡我们这一群参加过圣福小组的都知道。哇，里面充满了一大堆你无法预测的要素出来了。明明已经邀请好了，他突然间说：“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精神不好，或是家里临时有事不能去。”哇，那一种煎熬是心中很难过的事情。但是你愿意做，因为觉得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既然那么不简单，我要更努力才对而不是打对狼鼓或说不做了，这那么累，好像没有什么成果所以愿意把福音成为你属天价值的平台。最后我们还会看到说，一个人呢，他以属天的价值你实践出来，他不是一个平白的，好像一直付出没有拥有的，因为这样你会泄气，你会松懈嘛。但是这样属天的价值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基督徒不要认为说好像我什么都付出，好像都在牺牲，没有神会给你适时的祝福。第一个，今生的丰富，圣经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所示箴言10章22节所示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相信神会赐福给你，你才愿意来教会或你说耶和华什么都不是要我付出，他不赐福给我，谁愿意这样做？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说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有欠缺的，这是圣经明明的应许。亚伯拉罕怎么应许？他受上帝呼召，神就赐给他成一个大国所以不是那种很奇怪的想法说信耶稣人就是贫穷，不是。贫穷是那种愿意自己贫穷让人家富足知道意思吗？我愿意施比受更有福因为我觉得我不欠缺嘛，所以我愿意给别人。看起来别人看你好像很贫穷，其实是你富足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富足，那还能做基督徒吗？是一个灵命的富足，一个心灵的富足，一个是帮助别人的富足，灵魂信主来信的祝福，这个是一个今生的丰盛。第二个，
是有实际物质的祝福。申命记28章2到3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下的福被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换句话说，在你的社交，在你的实际工作事业都被蒙福。这样的事情不是好像一种以利益交换，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你已经有这样的价值观了。就像圣经耶稣所说的：“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就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那个是附带的，而不是你主要的，因为你已经成为神爱的当中富有的人了，丰盛的人了，富足的人了。所以这样富足的祝福是一个实践主耶稣教导使命的人，神给你一种附带的恩典。再来就是你愿意以上帝的使命做优先，以福音为乐，那上帝赐给我们许多物质的祝福，就是说你没有欠缺的意思了哈。那我说这个欠缺不是一般，我刚刚不是有属世的价值吗？好像我银行的数字比你多，这是一般社会的价值。但是一个基督徒，他认为我没有欠缺，比你银行的数字更好，因为我什么都不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是以那个实际的物质数字去衡量，因为你没有欠缺就是富足。再来就是活出得胜的人生。以弗所书3章20节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超过我所求所想。”换句话说，因为有圣灵运行在你当中，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困难跟欠缺。就像我们在诗篇23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丰丰富富的，我必不缺乏。”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比较现代的话语说：“我一位富爸爸，我一位凡事都富足的爸爸，天上的父，我就没有欠缺。”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活出一个属天的祝福，一个活出得胜的人生哈。那因为你已经有身心灵全备的祝福，上帝就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而且还有一个更多的恩典，就是永生的奖赏。基督徒所以会这样的从容，或是说在遇到困境、难过甚至灾难的时候，仍然安稳，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只是这个世界的这一段生命啊，我的永恒生命是永恒的，在天上的，是永不毁坏的，在那边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夺取的。所以彼得前书5章4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意思是说，那个不会被夺取的。现在世界杯的足球赛，哇，争得你死我活，现在要进入16强了，大家是为了争取那个冠军杯啊，哇，不得了，那个财富不知道多大，但是得到了，4年后要重来了，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荣耀在，但这个荣耀不是永恒的。记得你得的荣耀比那个足球冠军杯更荣耀，因为那个是不被毁坏的、不衰残的一个荣耀。感谢主，我们从基督徒所碰到的，原先你还没信主时候的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你生活上已经自然形成了。但是我们看到属天的价值观是这样的美好，是永恒的，是看不见的价值，所以你愿意转换，努力转换。藉由灵修，藉由读经，藉由同才的努力，让你慢慢转换从我也能够适应或是感受到这样的祝福在，那我就愿意一生为主来付出。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第6期应该是第5期，对不起，第5期的幸福小组全体组员，有的用完整的8周或是6周、4周，一起陪伴这些慕道友，为耶稣做见证，体验这个属天价值观。我想点滴在心头啦，有听到的，有参与的，你会知道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我要的。感谢主，我们这6
6个小组，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照片。如果这张照片是你的，你就讲一下看这个是不是你们的？这是哪一组？好，主愿幸福，自己认了主愿幸福一个漂亮的一个幸福小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一起跟这一些base 的，让他们觉得我要享受的就是这个属天的祝福。这是哪一组？好，这个叫遇到幸福，对不对？遇到幸福也是非常的甜蜜遇到幸福。那这一组的第3组是哪里？这是我们雅比斯小组的，对不对？雅比斯就是安安幸福，对不对？安安幸福，他们一起在聚餐的时候，这是第4组第4组是我们的新楼医院新楼医院的一个启动幸福，他们在新楼医院也办，来我们这个教会的心灵转角也办一起分享，他们也有人要决志受洗了，感谢主。那再来就是这一组是我们寿荣长老他们的牧区保罗牧区他们的幸福小组很热闹因为他们全体总动员一起分享。这个小组这个小组就是我们的鼓励幸福小组这一群比较属于这个中壮年的，他们也投入了很用心邀请他们来受洗这样子。感谢主，我们要奉主名来祝福这一群愿意为属天价值付出一切、努力一切的我们的同工。我们知道付出的点点滴滴甚至流泪汗水，到最后看到灵魂的得救是有价值的，超出所求所想，而且神的祝福会源源不断的到每一个愿意为主付出的弟兄姐妹身上。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的生命。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大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那个没有疫情的搅扰，我们能够更多的愿意为这个属天的价值付上代价。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叫做差遣我，求神差遣我们成为他所差派的。我们有同工这一首诗歌一起来带我们唱，我们唱一遍，然后在后面差遣我副歌的时候，我们再来唱一次来。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在夕阳喷出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对爱来充满我，再一次听我他们的声。差遣我，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听我他们的声。再一次，再一次
谢主，求主差遣我们，就像一个母亲，她为了她所生下的孩子无怨无悔的付出，因为她看见一个属天的价值，一个看不见的，所以愿意一切来摆上。愿神赐给我们这样属天的价值，知道那个永恒的祝福跟奖赏是世上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赐给我这个属天的价值观，有福音的使命，看见门徒的价值，让我因为这样子，我就勇敢的摆上，勇敢的付出，是为了实践上帝永恒的奖赏。求神赐给这样的力量给我们。第二，我们为圣诞月，我们要传福音，引人归主。我们有圣诞的聚餐，有圣诞的音乐会，我们有年终的祷告会。求神为我们预备，让许多慕道友借由我们热情的款待，他们看见这个恩典也在他们身上。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有认识的亲朋好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肉体上的欠安，在接受治疗或静养当中，求神赐下完全的医治。最后，我们也为疫情能够完全消散，我们长辈在寒冬当中、气候变化、气压变化当中，身心灵都得平安。献上祷告，也为你的工作、为你的生活跟家庭跟健康，求神亲自恩典跟你同在。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将平安赐给我们，也将能力赐给我们，愿神的价值在我们当中来呈现。主啊，让我们永远看见属天的价值，就愿意领人归主，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在五一列当中，看见神的带领引导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愿在你面前。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身体健康，身体平安，身体健康的这样子，求你施展你医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寒冬当中，弟兄姐妹都得平安。感谢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确信你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在我们当中。神啊，属天的价值不简单，不是一条易路，但是当我们确信这个看不见的价值超过世上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做得很轻省，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阻拦，也没有任何的愧疚或是悔改反悔，是因为神将这样的恩典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求你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这个属天的盼望跟价值。主啊，我们为福音月在圣诞这个节期，大家努力传福音，引人归主，认识主，让主耶稣降生的恩典也遍布到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亲朋好友当中。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敬爱的弟兄姐妹，有遇到病痛的，在治疗的，甚至有癌细胞需要做更深切的治疗的，神啊，求你赐下你的医治临到他们当中，因为确信当我们同心仰望祈求的时候，主你的应许就要临到这一群病痛中的兄姐当中。主，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在疫情还没完全消散，我们的长辈在冬天这个气候当中，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肉体健康，让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保护。感谢主，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健康，还有子女，都完全交托仰望你，因为我们确信，在你的恩典中够我们用，在你恩典中，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司献执事开始传奉献带，请大家预备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
大家起立，一起唱奉献诗歌。大家请坐。报告前，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请大家一起念：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我们一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礼由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主礼，司礼由王俊仁执事。肢体交通，本主日是代降节第2主日，请以灵修祈祷迎接主的降生。本主日也是关怀爱之主日及身心障碍者关怀日，请兄姐为总会协力推动专为收留抚养爱之幼儿的机构爱慈基金会来指名奉献，同时也请关心总会订定每年12月3号为身心障碍者关怀日，并为身心障碍关怀中心的事工来代祷。第3点，本会今日主日礼拜后，在副堂1点半举行第4季长执会暨年度事工研讨会，请同工1点半准时赴会。第4点、第5点、第6点，稍后有请夏牧师补充报告。请大家翻开第5页第7点。代祷团消息的第1小点，12月30号礼拜5晚上8点到10点，在4楼敬拜中心由代祷团队举办2022年的年终祈祷会，主题是因信前行。第2小点，第45期中保代祷报名到12月31号止，明年度1月1号举行中保代祷差派礼，请第1次报名的兄姐1月1号主日早上10点半，请到教育中心1楼大祷告室集合，参加服事前会有团长的说明。第8点，本主日晚上6点半，在运河和乐广场举行点灯晚会，欢迎兄姐前往参加。
在第9点，本会开始收集明年会员和会资料，请于1月8号以前缴交。请各牧区团契侍奉团队及机构尽速整理事工报告、会计收支资料及新年度经费预算，并在1月8号以前用电子档提交给维斯干事整理。礼拜后会举行12月份的庆生会，请寿星留步。请翻开第6页，婚礼喜讯。本会吴玉轩姐妹和杨成敏先生，明年1月1号主日下午3点，会在本会举行婚礼。当晚会在台糖长荣酒店举行喜宴，欢迎兄姐观礼及祝福。有意参加的兄姐，请于12月11号以前在公布栏登记。第12点，其他消息报告。下一季事工预定表，请各团契服事团队安排下一季事工内容。其他消息，请大家看详细内容。门徒培育事工语言习会消息，理财有道、哀伤陪伴主日查经班等等消息，请我们自己来看详细内容。第7页，各牧区团契消息报告。主日学报告第3小点，我们主日学有爱分享、分享爱的2手玩具收集的活动，到12月18号截止。有一些不建议回收的危险玩具，请大家自己看详细内容。第7页下方有关怀代祷事项，请为台湾的内政、台湾的疫情、民生经济、社会治安、外交处境、国防、国家复兴来守望祷告。第8页上方也请为本会事工国度福音代祷，求主让福音在台湾这个地方来继续扩展。第3点，也请为病痛中的兄姐来代祷。中会及社区消息，请我们自己来看详细内容。关于奉献金额若有错误，请联络财务组同工。以上报告，请夏牧师补充报告。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他们哈，就是许贤新弟兄。许贤新弟兄在哪边？让我们欢迎你。好，欢迎来，好欢迎，我们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好，欢迎你啊哈。他是 Coco 的朋友，是不是？好，欢迎你哈。本身应该也是基督徒了，是不是？好，感谢你，欢迎你常来哈。那还有没有其他新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当中呢？我们不要客气，没有名单，但是也欢迎你们哈。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的，欢迎你们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诗会是杨医师哈他是新执事哈，他很用心预备来带领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给他们鼓掌一下，鼓励他一下，谢谢。我们新一代的长子那要讲台语不简单呢，讲台语华语是没问题啊，讲台语不简单。他说他们都很用心在预备，谢谢他们的努力哈。等一下我们请留下来为寿星祝福再回家哈。那我再做几点重要的补充。第一个是下个礼拜呢，我们要举行圣礼典。那有2堂礼拜，有不同的弟兄姐妹要受洗，请为我们迫切为这一群决志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已经慕道很久，他已经很稳定，但有的是决志了，可能还有一些干扰，有一些搅扰，我们就奉主的名来祝福他们。这些名单我们为他们做祷告，愿神亲自来高抹扶持他们，他们决志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下个礼拜踊跃出席来参加圣礼典，参加圣餐那迎请小会员在下个礼拜早上
来举行预备圣餐。那我再补充一下，下午的那个我们的施工研讨会呢，要在3楼因为3楼现在在做午餐所以如果要吃午餐的要赶快完成请弟兄姐妹，今天下午就不要聊天聊太久不然就请到心灵转角再聊我们把它赶快完成午餐，我们就要做一点整理就马上要1点半就开始施工研讨会我们也为这个研讨会顺利带到那再来第5点就是我们的圣诞节跟年终事工有5、6个很重要的活动，请大家预备心参加特别是有关那个圣诞大聚餐有的慕道友你邀请他一起参加记得怎么样安排他们接送我们现在好像目前的统计已经400多位了啦，那我们期待至少有50桌的容量，我们到来归人如果你有要好的朋友说来和我请来和我请邀他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聚餐，一直温馨的聚餐大家努力那其他的资讯呢，我们刚刚杨执事已经报告得非常清楚了其中有一个小小的修改，就是我们奉献我们感谢傅明兄夫妇他们奉献一组风铃，让我们在做敬拜赞美的时候非常好用，但是姓把它写错了是刘富明夫妇可能不注意，因为有人传资料来就把它贴上了没有去查证，对不起我们下个礼拜再稍微做一个改正。等一下我们留下来要一起庆生我们来先做结束。颂荣，请起立，同心来吟颂荣诗歌。吟唱完，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预备心来做庆生。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圣诞充满圣诞欢乐的时刻，我们有70、80个我们的12月份的寿星，我们要请你们不要客气，站起来，让我们为你祝福好吗？我看到汉恩起来了，站起来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请彭军他也是寿星，要来吹蜡烛。我们先唱《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看一下这些寿星，默默为他们祝福，好不好？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天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英文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我们请这个彭军妈妈来吹蜡烛。好，3个一起来。来，妹妹你要把口罩摘下来。好，来，汉恩也来。好，口罩拉下来。哇，他们现在邀很多人了，要预备，1、2、3，拍手，寿星。来，牧师为他们这些寿星来做祝福，再结束。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充满欢乐、主耶稣降生的月份，我们为这些寿星献上感恩。主啊，从他们出生到现在，他们
一生的岁月都有神特别的保守恩典，无论是年幼年长，或是男或是女，因为神的恩典同在，他们就活出神的样式，活出喜乐跟平安，活出健康。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在生日的时候，不只有得到弟兄姐妹亲人的祝福，特别是从天上来上帝的恩典跟他们同在，让他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每一天的行事都有神特别的祝福恩典。他们的工作、生活、家庭以及所有的健康都得神特别的保护。奉主的名来祝福他们，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在未来的一周，每一天得神的祝福恩典，每一天都喜乐平安。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拍手祝福他们，谢谢。我们也给彼此祝福，祝你平安喜乐，好不好？看神恩典跟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享用午餐，平安，平安。